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希文啊。今日要介紹咧就係呢個 Doctor Clean 嘅吸色片，佢冇化學添加啦，而且人畜無害，小動物都可以用噶。而且唔同顏色嘅衫都可以一齊洗，白色衫都唔會染色噶。咁一機咧只需要用幾多片啊，弟弟？一片。係喎，咁其他品牌嘅吸色片知唔知用幾多片啊，哥哥？2至6片到。係啦，咁而且佢仲有獨有一個抑菌技術，包括白色嘅念珠菌啦，同埋塵蟎。咁佢可以手洗啦，亦都可以放入機洗都得嘅，好方便，而且無刺激性啦，亦都可以吸熒光劑喎，適合任何衣物使用都得嘅。咁所以我哋平時嘅衫咧都係一齊洗嘅，係咪咧？我哋平時嘅衫都係一齊洗㗎啦。拜拜。哇，睇下一張吸色片已經吸到咁多顏色啦，你哋都快啲試下啦！